老办公是北港的守护神，为着让囡仔人了解鹿港老办公宴的由来，中华县政府出一本老办公的台语绘本，让囡仔人读绘本，认捌鹿港的工艺发展。木雕、古瓦丁、漆器，一道一道丰富青草的工艺品，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鹿港老办公宴。即阵中华县政府出版台语绘本，小解老办公宴的由来，嘛举办讲故事活动，邀请老师带囡仔读绘本，认捌鹿港的工艺发展。我嘛惊讲有的囡仔伊毋捌去看过即个老办公宴，有一寡工具伊毋捌看过，所以我就针对即个故事的内容来传载物件，包括脚球，包括插盘，包括即个样的菜市草做的即个帽啊。囡仔人好闲观察红仔头、木雕，阁有即顶功夫强要式团的茶丝草帽。中华鹿港是传统工艺的重镇之一，百多年前就祭拜卡城先师老办公的传统。伫旧历5月初7，老板生日即天举办祭祀活动。1996年开始扩大举办，用工艺品看到的方式演祖师。你头家摕到啥物物件？球。阁有地无啊？无。老办公的内底足侪著名的工艺品、工艺书安尼，是啊，足趣味的。去年有去看老办公的宴会，但是毋是足了解，但是今仔透过这个故事，就知影伊的由来是安怎。除了有鹿港老办公宴的故事，中华县文化局也出版花坛、白山坑、野灯牌、甲红丸、海牛、雷鹅蚕，计共3本的台语半刷绘本，透过趣味的多本故事，让囡仔人认捌中华的文史发展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